然后我都觉得我快死了。想到事件曝光后，家人朋友，哎呦，实在两年后让我按票员搞嘛呢？除了第一时间觉得非常丢脸，之前講冇。哪里讲啊？那新闻地位都连不应该是公出来讲，不应打到面部这样，按个规矩闯闯看看。哎，你不重用的，没爱用你呢，万圣节系吗？冇啦，這丑官不用數嘅咩？啊，都冇水撞到啦。真係假？哦，哎，讀多好，讀多好。哎呦，那就亂啦，弄一弄弄了哦。不是吧？誰不是？你小，哎呦，不行不這樣哎，你有冇對你打到按用你係麼呢？你快不會呢？哎呀，好，兩千嚟嘅，好快咧。太嚴然哦，你亂啊，那怎麼啊？呢個啊，按緊重在呢，咁係點不應打係麼？发现到用人不应家跑，莫是苦头嘅世界都带用家山哦是。我見做，一時候一天要前年來聽數啦。嘿，起碼啥？來考。好。一期有兩期天發這個線，一期係110，一期係113，唔知道要選哪一期？我按聰明，我看到吼，無論選哪隻，通知大天發是錯嘞啦吼，夾打，無論係哪期啊？按你講咩冇唔錯啦。不過咧，喺老太家講哦，110到113都一片啊，好像有一絲的無困。係哦。那用來講咧，110的那種講係打電話俾警察的嘛，一些情形很用的，所以因為一下你就是讀到有你同佢正在被暴力行為，聽到尖叫聲什麼，已經從打電咧，你要趕快阻止這樣的行為，一定要請警察的人夾夾來聽數，阻止這個暴力行為的發生。即長期的行為，可能佢講今年又不能罵，聽過又不能罵，後年又不能罵1年2年動衝哦。其實就對用113去尋求專業社工人員來讓聽數處理安尼問題。係啦，不過吼，假使講我係阿媽冇阿婆，我咪會動手講，假使我打電話聽數記錄，佢打你眼睛係咪會發現到係我打電話，我是有問題嘅啊？其實哦，大家唔是小安尼問題，因為講咧。打電話報案的人啊，你有講通報人，其實啊法律規定哦，像那條《兒童及少年福利保護法》第2注規定講，通報人的身份其實要被保護，佢咪係受保護的。故說唔報案，其實騙人唔會提供係萬人來報案的，也唔是少。我是當安心做得聽書咧，是錯。係啊，不過咧講的按多，唔啲乜嘅係家庭暴力。哦，該好是會挑選啊！我是唐東英哦，就讓之前打電話讓你的老婆吼是啲個上熬上操，該是家庭暴力啦，係麼？冇啦，我俾不小心爆料。冇啦，係啦，本用喺台大嘴鼓。真嘅，冇事情吼。冇，沒等下媽媽打電話來問。不要害我。其實也沒啦，不過咧，我攏講啊，一般人除了那種敵鬥誒，哦，身體上的毆打啊，手腳拳腳相向，罵人啊，還有一種咩很多冷暴力。冷暴力用來講呢，就是我長期的漠不關心，那麼會不會翻身？冷眼看待，就唔講話就不理你啊呢。其實冷暴力裡面係算家庭暴力的一種哦。那我們分享，所以我讀到有隻案呢，好有一隻婦女同好食酒，好佢大擺食酒啊食醉啊，其實會罵佢先生，罵佢3字經5字經，一直按緊罵，一罵就幾點鐘的呢。這種長期的精神的壓力啊。其實也算是家庭暴力的一種。我知道吼，我糖5分總是斷掉佢喊糖佢
讲2点钟、3点钟安救哦。系啊，不说啊，然后老太去甲讲哦，迄拄到安尼这种言语上的暴力啊，其实也算是家庭暴力的一种。那我们解决安尼的问题啊，其实就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规定，做对于神枪保护令，解决安尼问题。保护令创下为通道，该按你拄到该时节倒在应用版来上墙咯。保护令啊，轻重要啊，吼，就会家庭成员做对于申请。那除了家庭成员之外呢，其实有某部分的非家庭成员里面作为神枪哦。嘿啊，朱兄哥男朋友女朋友在外面同居，给他有一个共同居住的生活，他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那虽然给他丢还不是家庭成员，不过给他丢他们彼此之间如果有发生暴力行为的话，也是可以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规定，以神枪保护令。哦，该而去那篇上墙哦。也偏做老太太讲哦，神枪保护令呢，其实有2种比较大的方式。第一种就可以老翻烟神枪，你做在以居住地老暴力行为发生地的法院去申请，像安尼条可能以下带到台北较多，那你注意做在以台北的法院老去申请。好，第一种就会协助申请，那协助申请的话，其实其有的人可能佢咩替代拄到安尼问题，以前可能有报案，某处打113寻求社工协助，有这个过去的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他在第2次遇到的时候，其实都得请警察的某处社福机构的社工人员以天数来去申请，没做得。哦，刚刚想到一件事情咧，该是系吼，爱朋友拄到吼，记名系老记啊，男朋友强下台，该记得是上后上操上打必备啊，该。发生过100个事情，该去做啲上墙保护令吗？爱朋友，真正系爱朋友好吗？爱朋友，迄情形啊，有2种地方要注意。好，第一种注意讲，那种一般来讲家庭暴力啊，还是以一个长期的状态来说较多啦。因为2、3人相处一定会有严格嘛，吵架啊，或是打架这种，打架当然不好啦。那如果是偶发性的冲突事件的话，哎呀，就是偶尔，不是偶尔，就是只有发生那么一次，其实它不一定会成立家庭暴力啊。我们还是讲的是一个长期的状态比较多。提议在主会讲，里面因为神枪保护令啊，其实一定会经过法院的同意。我用的老法院讲，那有发生安尼事情，其实1、3年一定会讲有，大年的一定讲无。好，比如说你会神枪的，你会报复去给你收证还是董重有啦，包含说你可能有受伤的照片啊，对啊，我祝你验伤有一款刑章，开个证明啊等等的，有了这些证据，你再去申请保护令的时候，法院通常会比较容易准许。没讲青菜嘛，你一神枪就不会够，没有可能神枪哎，他法院吃豆工，你证据不足啊，甚至没办法认定，还是会驳回你的申请啊。我话到痛情做在动好去上墙免赔吼。某一天啊，不过假使讲我上墙了保护令了后，该是做在保护一家，唔会本该打我的人跟踪我，某是天然的，某是为嘛该功能吗？其实啊，保护令它最大的功能就是禁止加害者的行为，范围也蛮多的啦。一般来说，就是除了说禁止他殴打我之外，还有青春呢，就有一种是禁止靠近。禁止靠近就是可能去保护令会下讲禁止某某某靠近你100公尺以内距离。就距离。比如说我们得随便的接近，借由这种范围的控制去达到保护的效果。不过係唔係呢保護令其實咪要本冇強容嘅種類咯？有些豬皮好冇？好，我们抄哦。其實啊，鴉片啊，讓我們講哦，保護令啊，其實本都3種。第一種人都緊急，第二種人都暫時，第3種人都通常。那我就問，好，唔知道你對於神槍的時候，輕簡單神槍多，然後輕麻煩的哪一種排序？是祈禱，因為你是排好好嘞，韓國款式應該是看得清楚嘞，緊急應該是動緊幾個時間是做得夾夾到上槍是有嘞啊，暫時通常安樣係冇？今日真的有托數張類呢，真緊。好啊，我們抄啊，我們排出我們抄。其實啊，保護令啊，大方向的東西最本都要3種啊。那緊急的保護令就像講誒，就會最緊急的狀況的時候，可以最快都4個小時之內就一定會解決。4點鐘案件。係啊，冇辦法。大多班上是嚴張輪嘛，就沒有達到保護的效果了。那第一種是暫時保護令，那暫時保護令呢，其實可以用來講，它才沒有那麼緊急，但是也
不能慢慢审，好，用比较简单的审理过程，那快速的去认定说有没有需要保护的必要。那青黑不会就是最严谨的审查最严谨的时候，就会用通常的保护令。通常的保护令呢，就像你有卡讲啦，你要需要一些证据啊，然后去说服法院去办。那通常的保护令其实最长的保护的时间都在长达2年。哦，2年冻疮呢？对啊，那时间不会多的时候，2年不会多的时候，咱就得重新申请，就是加时间啦，就是加2年、加2年、加2年，按下一，就是达到保护的效果。我喊第一件事情，假设假使讲，你伫个打官司嘅时节，还唔系审理嘅时节，可能会有该空窗期嘅时节，你咪做得用该阐释该保护令来保护该受害者。哇，今咪真的冇困用哦，难得得到你的称赞。你刚刚我们说了，其实啊，像你都会审理通常保护令的时间，大概这种都会延长嘛。那延长的时间，中间会有空窗期，就用暂时保护令弥补这个时间，让保护不会有空窗啦。唔过，你根本嘅实在共同到，就这散，韩国就讲嘛个保护令，很系做得强司仪到你来总结一下喏。好，你有去堵到家庭暴力的时候，应用来处理啊那问题。第一点就轻重要，还会保护自己身体的安全。不管你做乜个事情，一定要身体要先顾好，先保护好自己，将来上讲啊，应用来解决啊那问题。后背将来就会讲，伊大人做先走嘛，哦，而且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的时候，那这样来上讲，以下由你做的天数嘛，更加清零。喺某一方来做打110，某做113，请警察的，某做社工人员让来天数，来听一点。第3点呢，就会讲，今日不能打，天光你不能打，天你不能打，系啊，当你做不能打的时候，俺用来解决那问题，俺怎么样让那个人不要靠近我？要做那个台下讲的，做对医疗发言省像保护令，用保护令的方式，让自己不会再受到别人的加害。啊，亲后就会讲，你在真的堵到安尼情形的时候，根本上要解决这样的问题，要怎么办？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考虑要去法院提告，用法律的方式。让你去解决这个家庭暴力的问题，那绝对就不要姑息养奸了，莫会发这个的伤就会更重这样子。所以日扑，希望大家都要学起来。香港俺咪祈祷好，拄到安样嘅事情，希望大家都唔会拄到安样嘅事情是错咧。不过拄到嘅法，喊佢会勇敢嘅起出来保护好自家，就系最重要嘅事情了。所以希望大家要学到。假使讲到好看，呢节目介呢，咪做得去客家电视推介面书 YouTube 去点赞866了，你法律的理准，张伟了。